大家好，咁近排可能係因為土星合上月亮呢，就成個腦入邊特別多老男人，即係例如話張起靈啊呢啲百歲老人咁樣，跟住就係光緒。咁啊前幾期其實係做咗呢個光緒同埋慈禧嘅星盤分析嘅，咁但係好自然地你就會延伸落去，咁就會諗啊光緒，咁你就會諗起康有為、梁啟超咁樣，又係廣東人喎，咁你就諗啊點解呢個戊戌變法會失敗嘅呢？究竟佢衰乜嘢呢？咁講呢啲議題，其實我自己好擔心嘅，驚大家聽覺得悶啦，因為我又唔係真係一個好歷史嘅專家。咁但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悶嘅故事，呢個係一個恐怖嘅故事，而且係恐怖過《盜墓筆記》好多倍嘅真實嘅故事。睇好多晚清嘅歷史呢，你好明顯一個感覺就係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，但又毫無教育意義。即係好似過咗呢百幾200年，即係好似多咗好多高樓大廈啊，啲女仔可以讀書啊，唔使紮腳啊，大家用緊 iPhone 啊，咁好似係進步咗。但係其實你認真諗下，而家啲人讀書，以前就話為咗考八股文，為咗做官，咁而家都係㗎。喺嗰個時代有義和拳啦、拳匪之亂，但係今時今日其實都有小粉紅啦，都有司馬南呢啲人，嗰個程度係前段時間即係廣交會嗰啲時間呢，咁你會有時會望下周圍啲外國人喺度做乜嘢啊，識唔識講中文啊，識唔識叫餐啊，或者佢中意食乜嘢，咁你都會好奇咁睇下噶嘛。咁我喺度留意嘅時候呢，我身邊一啲年紀大啲嘅長輩，佢第一時間仍然喺度跳線，就係即係外國人有咩人巴閉啫，即係佢仍然係一種入侵者嘅心態去睇呢啲國際嘅友人，咁你發現呢個外國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係一個民族基因嚟嘅，係都係冇變過。咁同埋你再認真再繼續細思極恐，就係例如話嗰陣時經歷過洋務運動啦，派咗好多嘅留學生翻嚟啦，諗住發光發熱啦，但係其實嗰批人喺嗰個時代都係好似冇乜運行，都冇乜嘢做，今時都係要收護照咁樣啦。咁同埋廣東人一樣係都係排斥喺呢個朝廷之外，同埋一樣係面對一個好大、好龐大、好僵化嘅一個制度，同樣都係好某程度地要閉關鎖國啦，上網要翻牆先可以見到外面嘅世界啦。咁同埋一樣係有一啲列強嘅威脅啦，跟住同埋一樣係冇乜嘢言論自由啦，都係有文字獄啦。即係我喺度諗緊，其實如果陸君子放喺今日，佢一樣係俾人哋404，同埋一樣係有啲朝陽大媽喺嗰個菜市閘門口度拍手，死得好啊，真係死得好啊！咁呢啲，咁同埋你諗下康有為、梁啟超放喺今日，佢都可能需要流亡海外。呢個恐怖就係點解經歷過百幾200年，好似咩都冇變過咁樣樣。因為近排係清明節啦，咁啊清明時節雨紛紛，咁有時你會諗啊，如果佢哋泉下有知，見到今時今日呢個環境，又會作何感想呢？為咗揾到答案呢，雖然我唔識問米，但係呢都有辦法將佢哋請上嚟嘅，咁就係百度咁揾到佢哋嘅出世期啦，咁就揾到佢哋嘅星盤啦。咁我發現有一個驚人嘅地方就係佢哋都係好多雙魚座，即係呢啲維新派嘅人士，即係可能雙魚座係受到一種唔知係咪嗰陣時有啲基督教嘅思想啦，定係點樣嘅感召啦，就可能會指引佢哋去做呢件事。咁啊，而家中意睇磕 CP 咧，但係其實你諗下喺廣東嘅歷史上邊，我哋第一對磕嘅 CP 咪就係康梁咯，係嘛？咁啊，我哋睇到康有為嘅星盤啊，佢好明顯係一個群星雙魚座，咁就係太陽、水星同埋海王星都係雙魚座，咁睇個超級雙魚座。咁同時咧，佢係月亮金牛座啦，但係又同木星合上，所以好明顯康有為係一個木星人，即係就算唔計嗰啲上升點嗰啲啦。咁另外就革命咁，一定要睇呢個天王星。咁因為個天王星咧，其實係對宮火星嘅，即係話佢喺革命呢件事上邊處理得都係幾暴力嘅。即係其實你諗下一個人，佢係一個極度幻想好多幻想嘅人。但係因為佢又係呢個月亮金牛喎，咁佢好固執，咁佢好堅持自己嘅幻想係一件真實嘅事，咁就導致其實某程度佢提出嘅嘢點解咁失敗，係因為係好不切實際，係好難去執行。咁你睇到佢嘅水星嘅咁嘅配置，你都覺得佢處理實際問題嘅時候，可能係一個好有問題嘅人。
跟住就係梁啟超啊，超哥係唔應該叫超哥，因為嗰陣時係唔可以叫人哋個名，係叫人哋個 title，叫人哋個字嘅。咁但係後邊嘅人就叫做任公啦嚇，professional 一啲。咁我哋睇到啦，佢又係一個雙魚座啦，太陽同水星合相喺雙魚座。咁佢好啲嘅，佢少啲幻想，因為佢月亮係摩羯。咁月亮摩羯多少都有一啲政治嘅智慧，所以其實佢提出嚟嘅嘢，你而家睇翻都覺得都頗具有前瞻性，即係佢提出可能要培養一啲比較現代社會嘅公民啊，即係有一個個人啲嘅意識啦，唔係一個集體入邊嘅螞蟻咁樣嘅概念。咁有啲獨立思考嘅能力啦。咁其實到今時今日嚟講，呢個願望都係冇實現嘅，嚴格嚟講。再跟住就係佢嘅土星同天王星係有個對分相啦，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皇權同民權之間，即係一個好土星議題嘅事嚟嘅，因為呢度就係一個摩羯同埋水瓶之間嘅問題啊嘛，咁所以其實佢提出嘅嘢係好符合呢個現代政治嘅框架嘅。咁睇完呢個配置，你都好容易理解點解兩個人會咁容易組 CP，咁容易行埋一齊，因為兩個都係雙魚座嘅男人啦。咁雖然阿超哥係現實一啲嘅，跟住兩個一個都係月亮都係土象星座啦，一個月亮金埋一個月亮摩羯，佢哋係冇理由唔 friend 嘅，即係唔使合判都可以估到。咁但係我個人係比較傾向阿超哥中意多啲，因為佢個名就好似一個好廣東人咯，就好似我哋嘅同學咁樣嗰種名，跟住個樣又係一個好現代人嘅嗰種廣東人嘅標準嘅長相，所以唔知係一種好天然嘅親切感。咁同埋因為佢有個仔叫做梁思成啦，咁因為我本身係讀呢個園林建築嘅，咁你只要係呢個行業嘅人咧，你嘅偶像係一定係梁思成嘅，即係冇得解釋嘅。咁呢個係一個有啲太公 feel，明唔明啊？跟住下一個係譚嗣同啦，咁又係一個雙魚座，見到冇圈咗出嚟啦，就係太陽同水星都係雙魚座啦。咁同時你見到嗰個天王星，呢三位個天王星都係有啲特別，因為搞革命嘅人你都要查一查個天王星咩配置。咁天王星同木星有一個對分相啦，又係一個對分相，即係有啲奇怪。咁所以我覺得其他維新派嘅人物嘅星盤都唔需要查嘅，即係不是一家人不見一家門，即係好明顯呢個組織係一個強烈嘅木星傾向。咁所以呢扎人入邊，佢當然係非常之愛幻想啦，非常之不切實際啦。咁但係呢，又有一種基督徒式嘅殉道嘅情結，即係唔知點解嗰個時代點會培養到一批咁嘅人？唔知點解呢？講起譚嗣同，我個樣其實係諗起 Bosco， 因為以前有個劇阿 Bosco 演過譚嗣同，都演得幾好嘅。咁尤其你見到佢嗰個木星喺射手座啦，跟住佢係對宮天王星咁。木星射手座其實都好基督徒嘅一種感覺啦，跟住你可以理解點解佢可以心甘情願為革命去死，為咗一個遠大嘅理想去死。如果你比較好學嘅話，你去查翻嗰啲戊戌變法嘅思想啊，哇，你都覺得係無比嘅正確啦。但係點解呢個咁正確嘅思想會失敗嘅呢？究竟衰乜嘢呢？先係今期我想探討嘅問題。咁睇到前面三個人嘅星盤，三個都係雙魚座，而呢個組織極有可能係一個非常之有木星傾向嘅一個組織。咁好明顯呢扎人係非常之幻想力豐富啦，諗嘢係不切實際啦。即係你覺得你諗件事係正確，咁佢就應該嘣一聲就應該會往住嗰個方向發展，而現實係永遠都唔係嘅。咁所以即係我諗緊，如果呢個組織佢入邊多幾個啲 practical 啲嘅人，即係多幾個雙子座或者水瓶座，即係冷靜啲、風象啲嘅人，可能呢個六君子嘅呢個男子組合，佢唔會係103米就塌房，佢可能係你起碼撐到1年吧，係嘛？冇咁容易死吧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如果呢個人你睇過幾集《甄嬛傳》或者上過幾個月班，我諗你嘅操作都唔會咁幼稚。咁呢個當然唔係淨係我個人嘅觀點啦。咁有一個好著名嘅一個美籍嘅中國歷史嘅教授叫做余英時啦，咁佢評價呢個戊戌維新，佢就係認為呢扎人係空想嘅行動者，係咪同我嘅推理完全一樣啦？咁佢覺得呢扎人佢哋喺後邊發生嘅事件入邊一個思想上啟蒙嘅作用，但係政治操作上係失敗嘅。所以如果你睇翻嗰個時代嘅歷史劇，你係睇唔落去嘅。你會發現呢個劇佢係充滿 bug，係好多嘢冇辦法
自圓其説嘅。即係你永遠喺度堆砌，你睇下呢啲咁嘅維新派嘅人物係幾唔偉大、光明正確啊，係咁堆砌佢飽滿嘅人格啊、豐富嘅思想啊，跟住就係大清係幾咁邪惡啊、幾咁僵化、幾咁落後，所以因為大清太衰，所以就殺晒佢哋咁樣。我覺得唔係一個咁簡單去理解嘅問題。如果你企喺嗰個年代嘅普通老百姓嘅角度去睇呢一紮人，你覺得佢哋係勾結外國勢力？你哋做咩同啲鬼佬咁 friend 啊？啲鬼佬咩咁巴閉啊？你哋做咩同啲洋人咁友好啊？做咩要學習外國？嗰啲人係唔會理解乜嘢叫做民主，乜嘢叫做憲法，喺佢哋概念入面根本唔存在。佢哋絕大多數係根本唔識字，喺佢哋嘅眼中，呢啲人就係一個叛國賊，係暴徒，係該死。所以送佢哋去菜市場斬頭嘅時候，下邊嗰啲朝陽民眾係拍爛手掌，死得好啊！真係死得好。咁到今時今日，其實呢個場景都係發生緊㗎。所以做光緒嗰期嘅時候，我就係諗緊，其實呢一件事你而家睇落去無比嘅正確，但其實佢係完全冇群眾嘅基礎嘅，群眾係完全睇唔明佢哋喺度做緊乜嘢，佢哋只會產生一種排斥嘅感覺。而最 sad 嗰件事就係你為咗自己嘅理想拋頭顱灑熱血，為咗你所謂嘅人民，但係你睇下啲人民係咩貨色先得㗎？今時今日我哋睇君主立憲好似係一件太過右翼啊嘛，太過保守派嘅事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嗰陣時君主立憲係一個最優解嚟嘅，因為即係你而家覺得你唔中意呢個人，你梗係拱冧晒佢啦，咁咪最好啦，係咪？重新揾過另外一個。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土星難題嘅輪迴，就係你今日睇呢個人唔順眼，拱冧佢，即係大清太過失敗、太過落後，拱冧佢。咁你好難保證下一個上嚟嘅唔係更撲街噶嘛？咁即係法國大革命都係咁樣嘅啫嘛。咁現實又係咁樣啊嘛，因為你拱冧咗大清之後，咁跟住嚟嗰啲咩袁世凱啊、蔣介石啊、軍閥亂戰啊，打到亂七八糟啊，咁又係折騰咗大半個世紀。所以可能喺當時嘅有識之士嘅眼中，大清再衰再撲街都好，佢始終係一個穩定嘅制度。而只要將呢隻大船慢慢去移一個比較稍為正確啲嘅方向，同外國嘅關係處理得稍為好一啲，咁就唔需要即係又要重新嚟過，又建立又推倒，又建立又推倒咁樣。即係如果你係做過乙方啦，其實你想做嘅嘢係唔需要寫落個 PPT 度，令嗰個甲方即係知道你做呢件事，而令佢可以否定你啊嘛。即係你唔需要一個 title 立一個項目噶嘛。即係你夾硬頂住一個咩變法嘅項目要去做你對應嘅事，其實係唔合理，你只會令自己成為眾矢之的。所以點解佢撐咗100嘅就撐唔到落去，即係好缺乏政治智慧嘅一個人。我覺得好值得參考嘅就係同一時期，其實係 Victoria 嘅時期。嗰個時候嘅老百姓嘅日子都係覺得非常之艱苦，因為工業革命啦，大家都係做螺絲釘啦，或者係都係好生活係好冇保障啦。咁而嗰個時候係因為有狄更斯呢一啲嘅作家，咁佢可以描寫好多底層人民嘅生活，而令大眾或者有錢嘅人對下邊嘅人有所了解、有所同情。而嗰個貧富之間嘅衝突就係因為咁而冇咁矛盾。而所以點解英國係可以順利去過渡呢？其實佢到而家嗰個位置都係岌岌可危，但係佢 so far 佢有一種 subtle 嘅感覺，令到嗰個人民同埋君王之間嘅平衡係可以一直 keep 住落去嘅。所以點解有咁多皇室大課啊，或者有 The Crown 啊，或者拍好多關於女王嘅一啲電影啊咁樣，其實都係維持緊人民同埋皇室之間嘅關係。所以如果我係光緒嘅話，我會做一啲即係同呢個變法對應嘅嘢，但係我唔會用一個變法嘅 title， 即係可能我想要求開多幾間學校啊，開多幾間工廠啊，搞下啲鐵路啊咁樣，即係令嗰啲例如話啲起碼基礎教育做得到啊，或者挖多幾條咩水渠啊，開多幾條馬路啊，呢啲嘢其實係可以做到，係冇人會因為你開多條馬路而推翻你噶嘛。你只要做到實際對應嘅嘢，可能你等20-30年識字嘅人有一定嘅比例嘅時候，咁你再推行呢個變法，我覺得先有可能成功，而唔係你一嚟就要一刀切撳個掣，我就要實現我嘅夢想，呢個係不切實際嘅。咁啊，睇中國歷史嘅時候呢，好明顯有一個感覺就係 fuck up 嘅彗星，就係每一次去到每一個關鍵嘅位置，佢就係要同你鬥氣，就係好情緒化去睇待呢個世界，跟住就係唔講道理嘅，就係要情緒發泄嘅。咁而每一次都係因為咁而導致到
每一次都去翻同一個地方啦，就變成好似恐怖遊輪咁樣樣。咁啊，所以其實你要解除呢個詛咒都係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將缺失嘅水星能量補充翻入嚟，大家有啲常識，講啲道理，有多少獨立思考嘅能力同埋 critical thinking，咁其實呢個詛咒其實係好大部分地可以解決，就好似超哥百幾年前提出嗰個中國少年說咁樣，少年強則國強，所以其實睇上一代，我覺得係已經冇得救噶啦。你睇嗰啲60後係冇得救，但係你睇翻而家嘅80後、90後，你點差你都學過啲英文吧？點差你都去有少少邏輯嘅能力，而我覺得呢一個係最大可能去打破呢個詛咒嘅機會。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，咁啊希望你聽完之後唔覺得悶啦，或者覺得有所啟發，同埋對未來多少仲有翻啲希望啦。今期係咁，多謝大家。